鞋子啊。这些鞋子啊，我平常穿不太到，我就把它放在鞋盒里面，外面再贴上照片，嘿嘿，这样我就不会找不到它在哪了。彤彤姐姐，你有多少双鞋子啊？30双吧。哇！你怎么会有这么多双鞋啊？因为功能不同，穿的场合不同，就需要不同的鞋啊。像你看这双，它是 Q High 球鞋，打球的时候、运动的时候就可以穿它哦。中间那一双呢？我怎么都没有看你穿过啊？那双是 Q High 皮鞋，那是比较正式的场合穿的啊。我上次毕业典礼之后就再也没穿过。那旁边那一双呢？啊，那一双啊，那双是头海拖鞋，平常最常穿这双的啦。彤彤姐姐，你明明就只有2只脚，干嘛需要这么多双鞋啊？你应该参加我们的毛毛虫俱乐部的。Q High 球鞋 ，Q High 球鞋。小蜜，你为什么想买 Q High 啊？我想去运动。可是你去年不是才买了1双呢？那双 Q High到哪儿去啦？啊，对哦，有那双哎。Q High皮鞋 ，Q High皮鞋。彤彤姐姐，我们去吃冰淇淋。可是你有钱吗？有我帮爸爸出皮海赚了10块钱。哇，小蜜好聪明又好乖啊！头海拖鞋，头海拖鞋。小蜜，你有看到我放在外面的那双头海吗？是那一双有豹纹图案的夹脚头海吗？对啊，那双头海不知道跑哪去了我刚刚看到小狗把它咬走了。Q High 皮海头海，3种鞋子的名称客家话，小朋友都记起来了吗？哈克乌拉拉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！张罗呀。